现在他回日本是因为那个东京奥运嘛？没有，他3月就会回来了。没有，他3月就会回来了。也没有很困扰啦，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就好啦，对啊，就不会去想太多，对啊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会一起讨论啊，因为小孩以后也要面临要读幼稚园的问题嘛，那我们可能就是在讨论说哪边的学习跟环境会比较适合他们，再做决定这样。